有人听无？嘿，琪琪啊！今仔日是上生日啦！球啊！来送你。多谢阿姐。阿姐，我无。你当然嘛有。来，这送你。哇！啊，你咧创啥？画图啊！哦，来，阿姐看嘛。你咧画啥？这是阿母，这是我，哦，这是美惠，这美惠哦。哦。分出阿姐。啊啊！那咧，这是啥啊？牛阿姐。啊，美惠，阿母你哪？阿布，你看阿姐菜。对啦，树啊，今仔按2摆煮啊，我餐厅订好啊，咱做伙去食。要请阮食饭哦？是要替美惠庆祝生日哦？是啊，咱拢熟悉遮久，拢无好好做伙食一顿饭，而且暗时哦，阮桌上卡上还到手边拢会去的。阿嫂，总是爱见面啊，免烦恼啦。明华雄雄有咱2个狗仔做伙食饭，敢讲伊想要踮正人面头前表达伊想要娶秋我的决心？看恁囝的相片是下款哦。是讲顶摆秋花，伊就甲咱表示伊无搁再加拍算。敢讲明华毋知伊的决定，也若无，伊嘛袂请这顿饭啊。是讲伊甲因2个囡仔，伊感情真好啦。准做讲伊甲秋花已经无希望啊，伊嘛想讲要甲因美惠做生日啦。好啦好啦，咱想遐有诶无诶啦，加想加烦。人来啊！阿公阿妈，阿公阿妈。哎，乖乖乖，来，家己坐哦。来，坐。阿红坐。美惠，大家要替你过生日，你欢喜无？有。奶奶，你爱讲啥？多谢。明华，多谢你今仔日专工请阮食饭。免客气啊，连到后生日，咱才甲来食食。好啊好啊。会使出菜啊？好。我都要安吼，用这款小菜。来，来。丽莎，你甲大家做做伙，安尼做伙食饭，是毋是想要讲你有要娶秋花意思啊？无啦，我才拄甲讲我要等伊尔。若是随甲大家宣布，我惊树仔会安尼，我今仔后是纯粹要替美惠过生日，是煞嘛，互大家搁较熟悉一个。安尼嘛对啊。到时阵吼，像会当接受你，做啥卡上较袂有意见啊，对无？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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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下去。是毋是无食过生日鸡蛋糕？无。美惠，紧甲拿一份花。哎，等，还未许愿呢。啥物是许愿啊？我听无。哦，许愿的时候，你希望你心内所想的代志会当变成真的。譬如讲，你想要一个玩具，你得甲许愿。许愿了后，你才甲这个蜡烛喷花，安尼就会当。阿
毋过我无知影要去啥货。来，我来请。我公阿妈，好，好，阿公阿妈在给咱哥。哦，这快哦！妈妈好哩。那你就乖啦。好，紧等去食鸡蛋糕，哈。好你两个。多谢阿姐。我是阿姐。明华，你敢有看到啊？啊，头拄哦，因叫我讲阿嬷的时阵，因倒上啊卡送，笑得我尔欢喜咧。啊，你敢无想讲要赶紧娶某，生一个孙互因抱啊？以前哦，你是一个煞工啊，啊无想讲要娶某的代志，迄嘛真正常啦。啊，毋过即摆包工团处理袂歹啊，嘛应该哦爱赶紧考虑要娶某生囝的代志啊。我迄同事哦阿顺，啊第二个查某囝啊，生了甜甜水水啊，啊高中毕业了后，伫咧迄台北食头路吼，有想要找对象啦。啊，若是有机会，我安排恁见面，好无？阿嫂，你是咧讲啥？你感觉安怎？若是有意思吼，我就安排恁见面。我无。哦，真拍算咧，迄个查某囡仔吼，真正是袂歹，足乖巧的哦。像我啦，你若安尼讲，你明知我。哎哟，啊，咱是朋友，我当然嘛会关心你的将来啊。你遮尔啊听我哄我甲美惠，以后绝对是一个好爸爸。啊，你毋就应该爱赶紧娶某生囝，互恁倒上个靠上抱孙啊！我储备米和阿姐找我的阿爸。美惠，阿母知影，阿姐足疼恁的。啊，毋过恁阿爸干那一个，阿姐就是阿姐。主角阿姊讲，心内想的，会使要是真的，根本都是骗人的。歹势啊！啊，今仔人后白讲话，请你莫见怪呢。紧食。像我。阿姐，阿姐，你会。我有话要甲你讲。文初，你先带太阳甲美惠回去。阿姐，我先上去啊！好。你会行？像我，前几工伫遮，我甲你讲，这世人我会照顾你，你嘛有答应。是安怎今仔日你倒来变卦？前几工我敢有答应你？虽然你无点头，不过你有耳目啊！
哪会讲这种囡仔话啊？少人的目睭袂呢？你何必可安尼折磨我啊？你明明都答应过我啊！明华，你听我讲啊，阮翁哦，虽然是一个毋捌读过啥物册的粗人，啊，毋过我自10岁嫁予伊了后，伊就一直真疼惜我，我嘛过了真幸福。想袂到一个大劫数，互阮翁、阮大官，还佫有阮小侄啊，一时间拢无去啊！这种痛苦到即马，佫亲像针共款在围我的心肝。好佳在阮翁逐暗拢会来我的梦中甲我作伴，我这世人无可能甲伊放互袂去，所以我无法度接受你的感情。像我啦，你还阁少年，这世人阁久久长长的。我相信你翁在天之灵，嘛希望你会当甲得到幸福。所以无论偌久，我拢会等你。你会用等，毋过你的爸母敢会用等？伊是非常希望会当早一日抱孙的。因是期待会当早一日抱孙，毋过我期待的是我的人生，所以像我啦，你听清楚，只要我还有生嘛伫个，我就会一直等落去。像我啦，过去的我懵懂、放荡，无甲阮兜弄家散体。伫我对人生绝望的时阵，是你的善良，予我一个重新活落去的希望。我拄则吼拄着一个卖包仔的，看伊生意足歹，准家加买几粒啊！你甲我斗食一下好无？拜托啦，甲我斗食一下吼，拜托。看到你的悲伤，配合你的坚强，你的鼓励，予我奋发的意志。迄时我无能力为你做啥，敢若会当点点关心你、保护你。即摆的我已经认定我对你的感情啊！我要拍到你的笑容，我要让天父甲美惠得到爸爸的爱。你已经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啊！有你伫身躯边，才是我所期待的人生。哎，那规夜拢无转来，啊是会走去倒位啦？迄像我啦吼，昨暝甲咱明华讲我话意思，就是要互咱明华死心啦。我咧想伊即摆心内顶真痛苦，回去行行，回去行行，去透一下心情的啦，迄无要紧啦。咱吼有喙讲甲无烂，较事像我讲一句话，共款拢是做妈妈的啦。天下父母心，较所以若是要娶一个有囡仔的寡妇，我看伊嘛毋肯。是讲这秋月，确实是一个真捌代志的人。咱才甲伊开讲几句啊，爱就随当了解咱的心情啦。道长，
你是去出去唱歌咯？啊，大惊小怪呀！啊，你二嫂讲要带伊啊，啊，阮两个敢毋免去了解看伊哪毋知有迄个意思无？啊，你是甲伊讲啥啦？阮两个是去了解看伊是毋是真正你介意恁二嫂。是啦，敢干安尼？敢无讲啥物重话？秀敏，好啊，莫甲讲啊。丽莎，多少？卡啥？是的。那是咧。明华，啊你安尼是要创啥？卡啥？你免紧张啊。我拢想清楚啊。过去我真正是足自私的，甲岛上，还甲卡上带来真侪麻烦。以后我袂搁安尼做。是毋是像我就甲你讲啥？无啦，哪有？迄拢无重要啊。为今仔开始，我袂甲讲像安尼代志啊。我会甲所有精神拢放伫水上，甲我过去所败掉的机会，全部拢甲赚倒。不过我唯一的条件就是，希望你莫阁逼我去相亲啊。丽莎。大家，今日听讲要领钱款，还真较紧的哦。即摆敢若加重咧，重！啊，你啊当作查某咧爱，敢袂重？那查某白啦。就是讲咧，我拢甲当作阿官咧爱。我笑死人，两卡，你甲看，重伊气球都开吼。哟，来，大家领钱哦！来，大家听我讲，这钱就照我之前讲的安尼，扣掉必要的开销了后，再甲照大家做工课的状况发，内底有薪水条啊，若是有啥物问题，再甲来问我。好，来6天，勘3，文出，阿哥，遮大工诶！变话，啊，遮尔济少，啊，你毋着才算盘夹到手顶紧啊？无啦，啊，这拢是手面算的。啊，伊著读上课的，算啥要紧？哦，你啊，小品出公差，无算钱哈。我是暂时请伊甲我斗3工尔，等咱全部就轨道了，再来拍算。来，先领钱。阿玲。啊。阿英。阿斌。阿嘉。哇，差就这样。阿玲。钟。阿嫂，阿嫂。这个薪水，好你。来，今仔透气人毋捌领过遐济哦，真正够爽的啦！真正爽。这比着奖哦，更较爽嘞！咱较早啊做到要死，啊，干那领迄一撮仔尔。今仔领的吼是较早顶杯咧。遮尔好的代志，当然嘛唱歌了。对。迄出共款的咱，啊，今日遐济钱，这是明华兄弟包工团才有的。咱就是该感谢明华。对，应该感谢明华。是不是？阿伯。啊，你哪会走嘞？免上班哦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恁讲，啥物代志紧讲啊？青龙兄甲金兰姐啊，要请大家啉喜酒啦。啊，你嘛真半工，等你上顿来就甲阮讲啊。我想讲哦，别人拢心相相对，啊，恁二上，我是讲哦，我哪向袂晓讲话啊。好啦，你继续上班啦。包工团没有被剥削，现在做多少事，赚多少钱，扛多重的货，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这不枉费你们那一阵子坚持罢工，收获不小。听说啊，政府正在规划把我们全部纳入编制，以后啊还能赚更多呢。